继续来关心过路人的权益。伫新竹市公务国中，拢总有1300学生，不过学校门口的公福路，这来来去去真侪车，煞无人行道。学生啊，拢行踮车路顶悬，实在真危险。若相关的单位来会勘过几若届，嘛拢无改善。最近交通局表示，会先评估违人行道，再来研究其他办法。 新竹市公务国中门口就是我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公福路，当年拢无学生的通行空间，用路人行在车辆来来去去的大路顶，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。光武国中的孩子是要走在车道上，你车真道。好，那我们想要借由的方式，就是由车道缩减的方式，然后让空间重新的配置。 校长讲，上下课时间，学生拢行在车路顶头，互人真袂小心，应该赶紧想办法解决。暴露在这个直接道路上面的一个风险，就相对的变得高很多，这样子。这是目前在光武国中放学的时候，孩子的实际在通行上面的一个问题。学校的小孩每天上学所走的这个道路，那由于有这个店家的关系，然后有停车的需求，那人行道一直迟迟以来画不出来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新竹市政府可以来想办法，来想出可以兼顾的需求。议员嘛讲，过去办过袂少届的会勘，不过拢无结果，要求市府交通专案小组应该提出实际改善计划。学童或是行人走到这个道路其实是蛮危险的，所以我们短期之内会来演绎评估，就是说有没有空间可以画设标线行人行道。那我们也会在近期最快一次的交通改善小组提进去跟委员我们讨论。交通处表示，后续找专家学者讨论，短期内先做标线型的人行道，再搁进一步来研究解决办法，让学生有一个上下课安全的行路空间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